德电厂天然气泄漏爆炸，民众即批安全性，台电董事长出面回七日讲，有找到这泄漏所在，会负起地方的损失。那边两党推动在违法修法，在政府起诉了后，发现一寡县市的分配不严少。今仔日有10个县市首长开记者会，要来甲中央讨钱。115年全国大专运动会由中央大学承办，这回是去到北极迎新会登来，会对全世界纬度上悬的马拉松赛道起点来出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昨暗时呢，这台电的兴德电厂天然气机组发生爆炸事件，引起民众惊吓。那这附近的社区活动中心天棚规个落来，连这里办公室壁堵也出现壁损啊。这爆炸的威力也让民众烦恼讲，这天然气敢是安全的？今日下晡呢，这台电董事长詹明生就出面来回释咧，因也讲有找到这天然气泄漏的所在，也答应讲附近的社区若做有受伤的部分，因拢会负责。那个新的归类点就是这边。李长记着条顶悬长长的壁笋讲，这拢是昨电厂爆炸了后才出现的，包括壁道顶悬嘛有一大抓，就连社区活动中心的天棚嘛准甲落落来。李长讲，严家里离电厂只有800公尺，爆炸时阵规间厝拢对咧海，互大家惊甲规暝拢唔敢困。永安区里面是我们这边是最近的，靠得最近的，所以说爆炸的瞬间，我们里民就会产生有一种恐慌感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瞬间爆炸瞬间爆炸的话，是因为它没有一个警告。台电7日下晡召开记者会，董事长詹文新亲身来甲电方回释咧。詹文新讲，电方的损失，台电会负责到底。早起已经找到漏气爆炸的所在，就是2号机天然气管线的零件。泄漏的原因，搁要等厂商甲专家调查。而针对外界风声讲，下晡3、4点都漏气，詹文新是再次来驳回，伊讲无漏阿莫尼亚，一切拢照标准流程处理。有警报就开始关机，2分钟之内开始关机，然后开始撤离。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模式，不太可能说在3个钟头前有外泄，他还继续操作了3个小时。我想说这一点，我要再一次做说明。现在电厂新的1号、2号机组拢停工接受调查，市府强调安全检查若无过关，都被打紧台电开机运作。台电表示会配合市府，一切以安全为主。记者郭家如邱朝阳、高永昌报道。讲到这个兴德电厂轻天然气的机组伫试营运的时阵，虽然发生事故，虽然无去影响到电的问题，不过这1982年开始使用的兴德电厂，这几年是接发生这事故。亲像2011年5月时阵发生2届停电，22年的时阵3月青3，搁再因为着这前位的过失，造成全台湾有500多万户来失电。活动中心的天棚出现一坑足大坑，轻管架含几啊块房仔落落来，受到车到兴达电厂事故的影响，离电厂无够1公里的盐田里，这厝拢受损，你办公室的壁含涂骹拢逼去，会当看到几啊条壁痕。当时开这时头要到300万，要300万就即个有你这过日安尼无，这来讲若要个重新再重新整理的话，可能有一部分必须要打掉。早唔惊就上忝。迄心肝迄心肝骨拢一直长，迄到大声，我真个我唔捌拄着迄啦。伫电厂4颗雷啊，6个里的民众是感受亲像地动共款的这种震撼。高雄市长陈其迈爱台电负起赔偿责任，嘛要求检讨政策预警和通报机制。在未来这类似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台电应该第一时间要做说明。那就公安的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严格的要求，如果没有任何安全保证，我们不会准它再试运转。兴达电厂是1982年的时阵启用，本地是燃煤电厂。1998年的时阵，增设5台燃气涡轮发电机组，以天然气来发电。但是燃煤1号、2号机已经除役，转作紧急备用。目前电厂正在做更新改建，要设3台燃气复顺宽机组，持续来打全台湾发电的重任。所以互审计部指出讲，燃气机组进度落后，含持续采购煤炭有家己烧起来的风险。事故造成国人同胞的不便。我要表达歉意，特别是停电时间比较长的南部县市的乡亲。
2022年3月初3，由于人为疏失，造成全台湾549万户大停电。高雄市长陈其迈当话批评台电是犯价级的错误。前总统蔡英文是亲身到南视察会失的。在过头前的一年，2021年是修连续发生513、517两个事故，分别影响400多万户和超过60万户的用电。跟大家说抱歉，我们台电会再一次好好的管好我们的。会将新达电厂的一些相关的管理工作再继续精进。当市长亲上火线来会失的，但是解决事故的原因以外，安怎让民众搁一摆对因信任、稳定全台供电网络，是台电爱检讨的上大课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俄乌战争敢会断开咧？这波兰查查证实讲，罗西亚搁在对乌克兰发生大规模的这个空袭。攻击的时阵呢，这罗西亚军队无人机也飞入去波兰的领空。这波兰和北约的战机随起飞，甲一寡机场关起来，也甲这罗西亚的无人机拍落来。这也是这俄乌战争爆发到打3年外，波兰头一届对罗西亚武器系统发动防卫性的攻击。那这罗西亚的军队行为呢，也互欧洲当作是亲门大户行为。罗西亚无人机入侵波兰领空的事件了后，波兰总理杜苏克随赶去现场，嘛甲北约秘书长立德联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查查证实，有甲罗西亚的无人机拍落来，讲查查罗西亚攻击乌克兰的时阵，波兰领空几啊届去互无人机入侵，波兰甲北约民国战机紧急升空，甲无人机拍落来。地面防空甲雷达侦测系统进入最高戒备的状态。波兰甲乌克兰各界3个地区的民众，互要求爱踮伫咧厝内，包括华沙的消防机场在内，等等4个波兰机场都要关起来。飞人机抓嘛爱闪开华沙的领空。波兰军方强调讲，这是入侵的行为，严重威胁到波兰人民的安全。这嘛是从2022年2月罗西亚乌克兰战争开战以来，波兰头一届伫咧因的领空甲罗西亚军方交战。专家认为讲，罗西亚无人机车入侵波兰的领空，绝对毋是意外，主要就是要测试北约的反应能力。相时嘛代表罗西亚乌克兰战争已经走向新的阶段。美国总统川普初九表示，美国希望罗西亚乌克兰战争甲加沙的冲突拢会当赶紧解决，所以最近会搁一届甲罗西亚总统普丁来通电话。So Putin's going to have the call will happen this week? I think so. I think this week or early next week. 虽然川普甲普丁已经伫咧美国阿拉斯加举行过峰会，不过这对结束罗西亚乌克兰战争，毋但无实质的帮助。罗西亚军方了后，甚至加强对乌克兰的攻击。顶礼拜对基辅首都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了后，乌克兰用无人机甲罗西亚国内3条重要运输的油管崩掉。克里米亚半岛2座罗西亚军方的雷达嘛受到攻击。罗西亚军方初九用炸弹空袭乌克兰东部顿内刺克前线的庄仔头，迄当阵有真侪人当伫咧领导人顶贴，至少有24个人去互崩死，19个人受伤。因为中国甲印度持续咧买罗西亚的原油，这是大大帮助罗西亚入侵乌克兰的经济运作。美国总统川普希望欧盟会当甲中国甲印度扣100%的关税，希望透过这个方式甲普丁施压，好好来讨论乌克兰的问题。而且讲，若是欧盟答应，美国嘛愿意扣类似的关税。公司新闻警官庆编译。继续来关心这以色列和哈马斯是正面两党啊。卡达做中人来到调解，想袂到以色列说是去强崩卡达的首都，讲因的目标是要消灭哈马斯的高层。以色列行动唔但引起国际谴责，而且哈马斯也甲因呛讲，因的高层也佫活咧。对监视器画面看到卡达首都杜哈一间建筑物被攻击了后庆烟，警方也个救援单位赶到现场，且也无法度过。以色列讲这是对哈马斯高层的外科级精准打击，目标敢若包括加沙领导团队的核心人物。At noon today, I convened the heads of Israel's security organizations and authorized a surgical precision strike on the terrorist chiefs of Hamas. These are the same terrorist chiefs who planned, launched, and celebrated the horrific massacres of October 7th. 联合国秘书长谴责越境攻击，强调卡达伫停火甲换政府是正重要的中人。卡达政府讲这是国家恐怖主义，因过袂安尼就放弃调停。I condemn this flagrant violation of th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Qatar. All parties must work towards achieving a permanent ceasefire, not destroying it.
تم اليوم على أرض قطر ويعني لا نستطيع أن نسميه إلا بإرهاب دولة يمارسه شخص مثل نتنياهو في سياق هذه السياسات الممنهجة ومحاولاته المستمرة لزعزعة الأمن والاستقرار الإقليمي。哈马斯政治局讲，领导该战争安全，严格承认有人员死亡。外界对已经消灭哈马斯4个主要人物的讲法正怀疑。美国、欧洲几个国家的领袖伫社群谴责新冠风险，并且呼吁停火。美国总统川普讲，无愿意看到伫咧卡达境内发生攻击。这马上重要是放人质回去。I'm not thrilled about the whole situation. It's not a good situation. But I will say this: we want the hostages back, but we are not thrilled about the way that went down today. 国际分析讲，这件代志可能会改变区域局势。除了看到以色列追杀哈马斯的决心，也挑战中人的角色。做落来，是不是真正有法度消灭哈马斯的4个主要人物？一个中东是不是法度停火？全世界拢正注意看。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讲到这中国呢，不时来乱亲门大户，今年6月甚至是派这战机挖进咱的医疗专机，但是委会着批评中国影响到人道救援，对这人命是无也无紧。不过专家是认为讲，这真可能是中国作乱的新出头。中国扰乱台湾的力头搁加悬，毋但威胁本岛，那像嘛上准离岛的医疗专机。咱国安捷航空的医疗专机负责金门后送的医疗服务。6月为台东要飞去金门的时阵，传出去互中国军方的歼风7甲歼10的战机以近距离的方式逼真晚。针对这点，安捷航空回应讲，双方有保持一段距离。也那对委会是表达强烈的谴责，批评中国连咱国医疗的专机都唔放咱耍，无把人命当作一回事。灰色地带骚扰也好，或军事的骚扰也好，这些行为国际应该重视并给予谴责跟制裁，保护金门的要就医的民众能够顺利的到台湾，那进行他们医疗上面应有的权益，这个是我们的第一要务。陆委会要求中国停止影响人道救援，大家立委认为讲，第一要紧爱确保金门的民众因就医的权利。也若金门伫咧台湾海峡的西边，对咱国执法较不利。有国防官员研判，无排除中国采取新的形态铺设地带的侵扰，对台湾国安形成重大挑战。那如果说没有什么反应，可能下一次他就软土深掘，然后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那我觉得未来应该采取这个更严密的监控，就是我们如果说有这种医疗专机准备要飞行，其实就要研判中共可能采取一些骚扰的行动。学者分析，中国有可能想要引发重大的事件来测试空军、甲金门部队反应的时间，嘛要观察台湾舆论的变化。有前会官认为讲，都要注意这类的案件，敢是会为个案走向常态化。因为我们现在在雷达上面的轨迹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我们也可以知道2架飞机的距离，甚至高度差。那这些资料，甚至如果有录影的部分，也可以很明显的判别它是刻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李英玲建议，若拄到中国军机，会当甲过程翕起来，加做证据。学者讲，透过雷达的轨迹、影像的画面，向国际民航组织寻求协助，公开中国扰乱台湾恶质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今仔日伫咧面册顶头讲到三车山事件，伫咧80年前的9月初10，有一架美军的轰炸机载着民军的战俘，摔伫咧台东的三车山。这飞行机顶头25个人全部过往，由日本宪兵警察阿美族布隆族第26个人组成的搜救队伍也不幸来殉职。赖总统表示讲，今年6月底呢，有组成小组登到山区进行安宁，国军 CH-47直升机也飞入去山区，甲这战机才会机乘顶物件载落山，要互众人来了解到这段历史，也提醒到咱的国人要爱用团结来拒绝威权的野心。二战结束了后，1945年9月初10，一架美国军方轰炸机载轰放出来的民军战俘，毋过煞拄着风台，摔落台东的三车山区。飞行机顶25个人全部罹难。出动时由日本宪兵、警察、阿美族、本论甲卑南族等等26个人组搜救队冒险入去山区救人，毋过因为透风落雨，嘛不幸殉职罹难。这段悲伤的历史记忆，红号做是三车山事件。毋过煞真少人知影。真侪年了后，中间研究员是添互做电影调查，甲这个事件公开，互更较侪人知影。有本论的老大人讲到伊的亲人看到美国飞行机失事的情形。有爆炸的声音，结果他们就走到那个飞机
那边看到尸体啦，飞机都散掉了。后来有民众去爬三车山，还阁看到飞行机的残骸，亲像灯啊、眼镜、甲滚水管等等的物件。这个是以前军人的酒壶跟那个水壶。总统赖清德采集伫人面册铺文，讲到这个事件。伊讲为着要追溯这段无应该消失的历史，安慰这个反抗侵略、救援性命的英灵，政府6月底组任务小组去山区做安宁的仪式。愿这座山不再沉默，愿你们的故事不再漂流，愿和平的声音从这里开始，你们的任务解除。今年9月初8，陆航的 CH-47直升机飞去山区，甲飞行机顶的4支机枪载落山，而且甲保存起来。赖清德强调讲，这段人道救援的故事，提起民众爱用团结、拒绝威权的野心。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南投这个民众，有影是真好打，而且是甲天照打。着民众半暝呢，甲这脚踏车塞伫路里，若无要配合警方的临检，甚至用这土豆要弄警察。加在这警察骹枪真歹力，爬起甲这锁匙背掉，甲这个嫌犯的移送法办。落尾这个人互法院一审判刑1年。透早的车路顶，脚踏车行甲弄叫，警方赶来关心。脚踏车毋无动点，搁脚踏牙关向警车驶过去，车顶的警员赶紧退后，另外一警员即时也抢走去，驾驶座的查甫人嘛是无爱配合。落车！对了，先跳吧你啊！落车！落那边落车，落车！驾驶甚至想要用脚踏攻击，警员上准机会爬去驾驶座背掉锁匙，搁出手压制查甫人。我动我的钥匙！小心！你敢夸我哎？钥匙给我！老师！啊！你要臭警察！啊！快点打我！驶脚踏车的4人的查甫人最后警方逮捕。第三，警方日前透早接到民众报案，讲有一只脚踏车伫车路走。警方来现场发现，驶脚踏车的是管区内一个4人的惯窃。伊讲脚踏车是伊家己的，伊要驶转去厝里的种地。结果警方找到相关的工程行业者，业者讲脚踏车确实是去用偷摕去的。都伫清水甲关开啦，关开就先暂时放伫遐啦，放伫遐咯，就无真正经的人就甲你牵走去安尼啦。全案依窃盗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甲4人的查甫人移送法办，南投地院审理了后，依照窃盗罪、甲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务罪，一审判4人的查甫人有期徒刑1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千万唔通因为你个人的方便所害到大家。这大台货车伫咧载货路里走，法规拢有规定这管道。不过新北市今年呢，已经抓到10多件这款违规行为咯。今中昼伫三峡三树路的巷仔底，有一台货车呢去交着电线，这驾驶爬起哩甲背条煞无细哩摔落来。警方来到现场，发现讲这货贴了伤过悬，刑罚18000块。台电表示讲呢，若做去交着，唔通家己处理，才有可能会去互电着。台电的工程人员甲涂骹的电线拗起来，紧急到场抢修，就伫几分钟前。货车驶入巷仔，向半路停落来，查某人落车去看，发现讲车顶的货物互电线去搞掉，趁大车经过，麻烦驾驶停落来，要去对方的车顶，提棍仔要甲物件提落来，所以意外对车顶摔落来。他爬上去用木棍把那个电线把它推开整个箱子就导正。他重心不稳就掉下去了，就头部有受伤，有流血。我要撬迄条电线，因为高条的嘛，我要甲撬去，撬掉伊都掀过，我人就碰到伊啦，我才破落来。受伤的细路的驾驶头磕弄到涂骹，但是救护车到场了后，伊表明无愿意看医生。代志是发生在新北市的三峡车站中昼12点外，警方介入查出货车驾驶明显违反载货规定。耐性大货车司机驾驶承载货物超过4公尺。导致勾到光纤电缆线，违者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9条第1项第1款规定，处汽车所有人3千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台湾县货车载货上路照法规，对涂骹算起是袂当超过4公尺，但是违规的状况是常常看到。顶个月伫新德关有货车货物去钓到边高道的缆线，驾驶想要用手去排除，所以电到受伤。
如果是真的你勾到了，就不要再开，不要自行去排除。其实拿一个，比如说竹子，可能湿湿的，通常那个部分这是不安全的，有感电的危险。不管是搞到电线，还是看到落伫涂骹的电线，台电提示讲，水通部才是好做法，就惊家己想要排除，状况无解决，颠倒去颠倒，结果是小贪两家人。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恒春核三厂停放了后呢，是做头一届核安演习。今仔日演练这核灾发生机变的防护甲应变。核安会强调讲，这反应炉无直咧放，也是有风险，就要提早做准备。直升机降落，核安演习人员斗3工，甲运送的物资做伙搬落来。演练恒春地区遭受核灾事故了后应变。今年核安第31号演习伫恒春半岛举办3工。核安会表示，虽然目前核酸反应炉无放，但是厂内放核废料嘛是有风险。伫核酸厂队的过渡阶段，头摆甲燃料池事件加入来演练。有时啊惊，如果有万一，唔知知影人安怎走，即个较逼真啦。即个较无来。受地震的影响。9点半一到，听到演习警报，镇上村民按照分配工课，有的搭核能事故大纸，有的到新庄居民厝内安排交通车先互因离开。另外，大公国小嘛甲小朋友进行核安事故的教育讲解，互因面对核安状况的时阵，唔免惊慌。这一次就是以实兵的方式，然后纳入真实的情境，然后还有一些民众关切的议题，然后我们都纳入这一次的演练。一直长期以来在核安演习这一块，我们就一直在强调中央与地方共同协力合作，来办好整个的演练的工作。七集是演习第2天，重点放伫民众预防行动演练，检视屏东县政府甲各单位的应变、协调甲执行能力。11第3天，阁会出动核生化车和无人机进行辐射监测，做陆海空全方位环境辐射演练。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宏泰丹那斯7月扫过台湾，目前还有2800栋的这个供电板歹去，佮顶伫咧农地顶头。就业者讲，因为这回收厂商甲这介绍订关，因才无都顺利来处理。不过环境部表示讲，这介绍是市场机制，政府是无都插手的。济太阳能板这月时去互东那斯风台吹甲歹去，布伫咧地风池。即届风灾家己台南真济太阳能板严重歹去，拢总顶13万地2800栋的太阳能板，即马也顶伫咧台糖和国防部的农地顶面。13.5万片的废弃太阳能板，它要用高质化处理，完全清除完，就需要155天。那155天。坦白来讲，就是将近5个月的状况，所以在5个月才能处理完这么多太阳能板。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这个废弃物的成本高到厂商他不想负担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频繁的发生废弃的事情和弃置的事情。款团收到太阳能板业者的定钱，讲会先放伫农地，无度送去回收，是因为即届真济回收的厂商趁风台大起价。若照政府太阳能板回收基金的制度，太阳能板业者若准1000瓦，爱收1000块的处理费。不过回收业者的行情是1000瓦1953块，即马回收价收悬，地主厂商唔知要安怎处理，但是环境部是回应讲，回收的处理费用要由业者和回收的厂商去协调，政府袂当直接插手。不要跟能源署从那个基金里面把基金拿来是作为一个所谓的补贴或什么东西这个是按照他当时候征收这个基金它的一些规范跟我环境部没关系，我环境部就只会认为就是说这个责任就是谁，这个责任就是业者，你必须要负担这个责任。另外，环境部嘛表示，目前回收基金的制度是照太阳能板20吨的寿命来做规划，等于是20吨了后才会把钱还给太阳能板的业者。不过款团提起，像即摆风台加5吨就歹去啊，因要求政府要量早做规划。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台北党团去年推动再违法修法，不过财政部最近公布试算了后的分配款金额，有几个县市呢本地的钱却是平英国搁较少，引起地方的反弹。今仔日15位的南北县市首长就做伙开记者会，要甲中央讨钱。
台中市长卢秀燕领军15个南北县市首长是摆一摆，做伙伫台北市对新版的财委法和补助款的争议，甲中央政府来发话。我们希望中央政府要放下屠刀，放下大砍地方政府补助款和分配款的屠刀。中央不应该要集权集钱，借着补助，然后背个各县市政府的施政，这是不道德的。地方政府无所适从，也没有办法精准编列下一年度的预算。今天我们站出来，就是要地方包围中央，就是要争取地方自治的主体性，不要处处受制于中央，看中央的脸色。台北市长万安火力全开大骂中央，15个人是以联合声明提出3大诉求，包括合理分配统筹分配款、一般性补助款，和一般性补助款回归公式的折算，和保障已经核定的补助款。另外，行政院讲，若要推动修法的新版财委法有公式的错误，代表同市长张善政内的副市长无法度认同。算来算去，我认为这个公式没问题的，他只是他硬要说他有问题，找麻烦，不想给你钱，就是要扣下来。不容否认的，这个过程当中，在公式的设计上面，分母的确有一点瑕疵，所谓的分母的误差。另外，行政院提出修法，到立法院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讲，公式的分母应该透过修法来调整。民进党籍的屏东县长周春美嘛建议财委法应该第2摆修法，让大家县市拢有公平的对待。我们希望行政院还有立法院听到各个县市的声音后，大家能够更严肃的来面对财划法的修正。地方的首长们先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态度，他们先行讨论过也好。那本周内我会分时间邀请他们来就解决问题的最终的方式该怎么来处理。行政院导演台承诺1礼拜内会邀请地方政府做伙来参详解方。财政部是指出讲，新版的财委法分配公式有分母计算的问题，财产税数位无清楚，含乡镇分配欠位的3个问题。后边2项已经参考地方政府的意见做计算分配，但是分母是现行法律明文规定，同款嘛是要透过司法的定数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的股市，这美股4大指数拢创悬，带动台股今仔日盘中收盘拢创下历史纪录。这台股呢是起337点，收伫咧25192点。其中这台积电起25块，收伫咧1225块，搁再创下历史新高。讲到台股今仔日一开盘就冲到25000的这个大关，加权指数就起1.36%，收盘新高成交量5234.64亿。台积电、鸿海、广达、台达电拢是收红的。讲到2025国际半导体展呢，在今仔日起挂，行政院长对应台到现场致辞，有讲到咱台湾半导体产值已经有台票5兆3000亿，期待未来咱会当继续做这供应链的关键角色。因为台湾半导体产业愈受到重视，就挺好来确保着台海和平甲安全。2025年国际半导体展起股，注资全球1200间的半导体甲科技业者，规模是历来上大。Taiwan is expanding its wings to Europe, US of course, to Japan. What does it tell you? That the world is dependent on you. You are playing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not only supporting Taiwan but supporting the whole world. 行政院长杜永泰伫开幕致辞时表示，台湾半导体业产值已经到5.3兆的新台票，望继续做供应链当中的关键角色，也特别讲到即马台美关税谈判进度。全世界正面临一个关税新秩序的谈判过程，台湾速度比较慢，跟大家都有关系，因为我们还要面临一个232比较复杂的谈判过程。我们越被重视，我们越被会合理的一个关税的对待。我们期待这样的贡献能够展现在最近即将继续积极进行的谈判当中。强调台湾半导体产业愈互人看重，就愈会当确保台海的和平甲安全。杜永泰也指出，迎接人工智慧的时代，所以政府会加重力头发展 AI 甲无人机，也打拼布局全球。To showcas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trade opportunities.
This year's pavilion reflects the vitality and strength of the U.S.-Taiwan partnership in the semiconductor sector. 包含美国、英国、印度等等17个国家，这个拢伫半导体顶设国家馆，希望强化含台湾产业的合作甲投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115年全国大专运动会是由国立中央大学来承办，这回是头一回呢去到北极因盛会堂内，被对全世界纬度上界悬的马拉松赛道起点来出发。那这运动部挂牌成立了后呢，全大运、全中运学生联赛，还有体育班、专任运动教练等等业务呢，拢是由这运动部的竞技师负责。 真看激动的冰洋甲漂浮的冰山，中央大学团队7月下旬到北极，点到115年全国大专运动会盛会。对全球纬度上悬的马拉松赛道起点出发，经过全球政治库、斯瓦尼巴教堂、台湾极地研究中心境外工作站这重要据点。中大最后要伫北极落地扛国旗、教育部的部旗甲校旗。 随运动部成立116学年起，全大运、全中运、各中到大专的学生联赛，由运动部竞技师来负责。伊拉各项比赛是由专门师负责。因为竞技运动全民化，我们不希望小朋友从小就开始一直走竞技，所以国小的部分，我们其实是会由全民署那边去做它的社区运动的一个规划。学生的很多的赛事，我们其实是全年，所以它必须先延续下去。 承办全中运 HBL 这4大联赛，各中体重工、运动部竞技师办理比赛，剩下辅导杯赛。名次确定了后，交由教育部进行真持真审，其实甲即阵无差别，无影响。唯一的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个种类，就是在推广运动社团、志工，还有一些热舞比赛，这些东西是属于全民署窗口在那边，所以高中体总的所有的，我觉得都没有太大影响。 运动部讲已经甲教育部达成共识，举办学生比赛时，会由运动部来处理参赛学生、裁判甲教练的讲解，并且用公文副本予教育部知影，互参与的人甲学校安心，互比赛顺利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 湘北家人办这高中模拟考作文的题目却引起争议。这个题目竟然是我的妈妈是代理孕母，也因为这代理孕母目前伫咧台湾也无合法，反对家长就批评讲，这甲囡仔牵对错误的观念去。因为这翰林出版今仔下晡有伫面册顶头公开回释咧，强调题目因会搁再斟酌审过。 协助学生练习准备学测，八百基公立高中最近联合举行模拟考，委托翰林出版社出题。考试结束了后，有真侪位学生伫社群平台表达不满，写作测验第2题。我的阿母是代理孕母，这个题目真奇怪，是安怎袂记做家己阿母是代理孕母？让学生用一种妈妈的子宫拿来出租的这种概念，想要置入，这完全是误导，更是对女性的一种剥削跟物化郭高明批评代理孕母目前伫台湾无合法，这题目恐惊互人误会，而且有剥削女性的嫌疑。学生团体 ADUS 认为考题的设计应该尊重家庭的多元，唔通上过头引导来影响到学生的发挥。 从题干的叙述也可以看出，它强化了大众对于母职的刻板印象，偏离了作文原本应该要培养学生自由表达跟多元思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拜女的国文老师蔡英强肯定出题的老师看到现主时的社会议题，不过学生哪会当更加简单进入共理的情景，把题目调整一下会较周至。 假如他的母亲是代理孕母，而且是第一人称，那对于某一些就是经验比较疏离的学生来说，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困难或者是一个痛苦的题目。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高中生，我觉得适合让他想象。 他如果是一个委员，他是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不过台北市有一间中学，其实第一时间就把题目改做代理孕母制度，可能牵连到女性身体商品化，甚至牵涉到伦理甲侵权的争议。问学生的看法，甲敢会赞成合法？有老师也直接讲，学校评估出版社的题目无妥当，用专家马上应变，会当减少争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云林有一间育幼院，去年评鉴封抓到30多项的缺失，评鉴列做评定，说伫咧改善期间，有关出现不当对待事件。今年获评鉴款无过，县政府裁定要停业1年。不过这育幼院是无法接受，要甲卫福部提出诉愿。
东西都清空了。房间内面个人的物件都已经搬到空空。伫婚礼的这间幼儿园，因为113年度和中央的联合评鉴查出超过30项缺失，评定真侪评定。辅导改善期间，各传出不当对待，今年合评各无过，官府发文裁处停业1年。他在发动说我们同仁要去压制他的时候，所以有不小心可能手有去用到他那个有可能指甲有这样一个所谓痕迹而已。就叫通报，我们有通报就这样而已。可是在期间可能也发生一些就是不当管教的事情。那所以在114年的一个复评呢，中央来对这边的一个复评呢，那一样是拿到丙等的成绩。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中央最终就是召开一个会议。那也经过这个会议呢，就是建议要停办1年。有用意讲，依照儿童加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若是摕到丙等的评鉴，会当处罚款；情形严重的，才需要停业。因过官府性上当的处分，和本来以来15位员工，即马照规定爱资遣2/3，只敢留部分的行政人员，而且律师提诉还希望会当和解。认为这没有符合比例原则啦。那第一个应该是先做罚款，我们有委托律师去帮忙。授权律师去代为去诉愿，目前在进行中。复评呢，同样就是在机构的一个行政管理上面，那跟机构的经营，那还有就是专业服务，那还有就是环境跟权益的部分，这几项都有缺失。婚姻关政府社会处讲，官府伫咧改善期间有提供幼儿园专业的辅导，不过院方无法度有效改善，甚至伫辅导期间如果发生工作人员不当对待离校的事件，才决议要采取停业1年。即马已经完成17位离校分别安置，也尊重院方提诉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真趣味哦！是阮当前发现的，讲有一个高中生伫咧学校搬布袋戏，引起大家关注。我详细甲看，哇，这个囡仔兄戏件做了袂歹，这就是台北市的育成高中。顶礼拜呢，有学生连续3天伫咧校内练习布袋戏，却吸引上百学生围过来看。落尾来第3天的时阵，表演的时阵，却去互老师来主动。学校讲呢是学生搬布袋戏，因表示肯定含鼓励。不过因为伫咧表演的时阵呢，有同学该赏现金，安尼较无妥当。啊，那这位高中的囡仔兄，伊自细汉对这传统艺术就真有兴趣，那会晓搬布袋戏，佫会晓做这红仔衫汉帽啊。福利角啦，万福角就是讲福利啊，伊是一个角，就是讲人佛教的大案就对。吼，啊，这个呢，这算徛算哪徛花梨文，吼，这拢是吉祥的。听学生详细解说车手的演技不只专业，而且这布袋戏红仔衫、帽啊和车手拢是伊的作品。伊是台北市育成高中的学生王新武，9月初3至初5的时，在校内练习布袋戏，有上百的学生围观，嘛伫咧网络造成轰动。学生讲，伊从细汉就对传统艺术真有兴趣，家己学搬布袋戏，然后高中的时去找师傅学到大。伊讲嘛无想到即届伫咧学校搬戏会遮尔受到欢迎。去的时阵，我一寡拢会晓做啊，但是做袂有力，做袂水。算去遐算讲，知影讲要安怎做。哦，这个戏出要安怎做才会好看，有迄个开口。啊，物件要安怎做才会点阵啊。虽然伫咧表演第3天的时，雄雄去互老师阻止，校方解释讲是因为有学生要打赏，牵涉到金钱较无妥当。但是针对学生伫咧校内搬布袋戏互同学看，校长和主任拢表示支持，嘛肯定学生深发兴趣，自主学习，真欢喜伫咧校内有一款国宝。过来有做者活动，有校庆，啊有甲日本人的交流，啊学生的交流，那安尼阮拢会透过这种交流，来互学生来表演，来咱台湾的一种民俗文化。学生王成武表示，经过一摆的代志，会当互同学接触和欣赏布袋戏，伊感觉是真难得的机会。为着要鼓励学生接触传统艺术，育成高中表示，未来按算会举办一寡文化活动，嘛结合本土语言课、表演艺术课，来互学生愈了解台湾的传统艺术。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伫咧较早清朝时代，有一条对鹿港经过草屯到埔里的无一路线，或者是鹿港单埔社。较早这单工呢，拢会传这挂包当做点心。即马草屯北投社区也结合着历史，推出着比挂包的体验，要来行销在地农产品。
豆草屯北投社区的志工妈妈教人做米挂包，挂包的皮用的是在地米。鹿港大埔社是清代一条对鹿港经过草屯北投到玻璃社的贸易路线，迄时阵的打工拢会穿挂包做点心。社区嘛结合历史文化甲地方农产，推出米挂包这项美食。不一样，它有很特别，有加米饭，我觉得是第一次看到。斩米来做，拢完全我拢用迄手来烂足 Q 的啦。草屯北投社区除了推广米挂包，也互来体验的人伫鸡粒仔洗砖头，那听导览解说，那行伫社区，伫草屯北投埔大埔社进行文化巡礼。原来北投埔是洗做安尼，有一个旧城区，搁有一个老街。鹿港大埔社拍米就700啦吼，就是讲做一个打工吼，就是爱打50-60公斤的物件，会为鹿港打海产去埔里，到埔里打海产来鹿港安尼。草屯北投社区强调结合过去的贸易路线，也结合过去的食食，未来嘛规划推出大埔社打工的体验活动，做社区小旅行的内容，传承甲推广大埔社的历史文化甲特色。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9月是国际失智月，为福部推广，目前全台湾大约有38万个失智症患者，其中少年型失智的人数差不多有1万个。为了要照顾到这少年型的失智族群，为福部拍算伫咧2026年扩大中照3.0，甲这中照服务的范围呢降低到50岁以下。现代人上班压力大，下班就来一盘煮鸡腿，啉一杯珍珠奶茶，消脱压力。不过这得要注意啊，这款食食的习惯唔若高大考，引起糖尿病，佫会提悬失智的风险。根据研究，大考得到失智的几率比一般人加出来1.7倍，糖尿病病人出现失智的风险也加出2倍半。三高啦，然后还有我们的运动啊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生活的形态，其实是我们失智症的预防跟延缓的一个关键。这几当台湾失智症有愈来愈少年化的趋势，根据卫福部的推估，目前全台大约有1万个少年型失智患者。为着要服务这群人，政府也计划伫2026年扩大长照3.0的服务，甲长照服务范围降低到50岁以下。长照3.0要上路了，我们也开放了就是全年龄的部分，年轻型失智者他可能就是正值中壮年的一个情况，对社会家庭的影响也很大。如果我们可以早期的诊断跟治疗的话，应该可以得到更多的照护。14-5年前，我会出去买物件，会放弃路，唔知影通倒来。阮先生感觉这个代志唔是足平常的代志，爱赶紧去医生看。今年77岁苏阿姨60岁左右发现家己得到失智症，伊讲当初家在有量早发现、量早治疗，加上有红色陪伴伫伊的身躯边，带伊出外行行咧，佮鼓励伊去参加活动、交朋友，才成功甲病情控制落来。伊也以家己的力鼓励失智患者爱勇敢行出来接受治疗。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受到关税通货膨胀和风灾影响，照顾食物链的创世基金会台东安养院，发现讲今年捐款逐个月拢减少，这专案捐款也比去年减少1-2成，也影响到食物链的照顾品质。台东县立美术馆办艺术家张市典的钻瓦动画展览，展场内面有各种声光刺激的艺术，随着收容弱势家庭食物人的创世基金会台东安养院，希望让食物人接受更加侪声光的刺激，量早恢复低价。在展场内面加上陪因看展览，一个一直伫咧因的耳孔边讲话，将明显感受到这个长期倒伫咧面床的患者有淡薄反应，好加上正大的希望。眼睛会睁大，然后情绪头会抖动，有一点情绪在。带出来的话，我们的字迹会比较多元，然后又比较生活化，然后展览的话又会比较特别又针对性，所以会对他们的脑部的那个整合是好的。总是台东安养院讲，这是第一遍带食物人出院看展览，不过经费有限，只个人带6位食物人来看展览，虽然对因的恢复有帮助，不过可能无法度继续办，因为今年外界对因的捐款一个月比一个月较少。到今年8月，专案捐款比去年同期减1成到2成。特别是这1-2年受到风灾，一个美国提悬关税影响，企业甲小农的关注拢求水。
实在我们的发票的纸本收入上，其实有少很多。跟小农呢也做了很多的一个公益的合作啊，但是有时候可能会有风灾的部分，它确实会影响到我们义卖的收入等等。而即嘛，总是台东安养期免费收容50几弱势家庭11人，每个月安养的生活消耗用品差不多就需要350万，而且不计一年比一年起价。希望各界会当捐款，维持弱势家庭11人照顾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防治天狗热，这台南市是加强稽查，市政府即马已经开出着1000多张的罚单咯，有6成拢是徛假。由高中上课时阵结合防疫，互学生饲3班这款淡水鱼，利用鱼仔食水鼠的特性，要来防治天狗热。互我课程老师那个学生小解台湾完成整淡水鱼3班，跟那互学生把鱼仔放落去生态池。台南沙仑国际高中学校把天狗嘅防治参环境教育结合，利用3班食水鼠的特性，引入生态防治法，取代化学药剂，唔那环保嘛无害。头摆互学生透过实际行动体验生态教育。该班斗鱼会自己繁殖就可以一直吃解决。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就是因为上课的时候有可能教室里面有蚊子，就是上课会受到影响，就是可以吃解决，就是比较少蚊子。用这种生态平衡的方法，那我们结合环境教育啊，跟我们学校这个人文永续的这个理念呢，然后做一个有效的公共卫生的一个登革热的防治。这阵当是天狗嘅生团高峰期，高雄已经累积12例本土病例。台南市天狗嘅防治中心除了加强校园宣导，佮伫各区稽查积水容器。根据统计，到9月初8，已经开出1110张罚单。卫生局指出，上大宗阳性领域是徛假占6成，其中甲高生水处的容器是桶仔盆栽占上侪。我们重点着重在整个幼卵桶指数比较高的地方，来巡查。只要积水0.5公分就可以滋生病媒蚊决绝。所以呢，台南市政府从4月1号开始呢，就有公告本市的公司、立场所所有人、管理人及使用人，应该都要去清除登革热滋生源。台南到今依次零本土病例，不过面对边仔高雄有确诊，加上7、8月风灾造成侪厝受损，厝内闹积水，真高生网虫。卫生局嘛出动182个人员，入去协助清理。伊嘛呼吁乡亲做伙配合，若稽查人员发现滋生源，会以传染病防治法第25条，罚3000至15000块。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这尼泊尔进前封锁社群媒体，引起少年人不满示威抗议。政府用武力镇压，造成上报22个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这场抗议活动愈来愈激烈。这总理、总统拢宣布请辞，不过民众却无要收煞，搁再冲入去这总理官舍放火，将总理婚礼起哄烧死。示威民众伫二平里政府大楼头前举旗仔缀音乐一直跳舞。南亚国家二平里进行封锁社群媒体，因为自细汉就接触网络加数位科技的这代人出示威。不过政府却是动用武力镇压，向群众开枪，造成上百人死伤。当局的武力镇压并无让民众平息落来，反倒增加亲民众对政府长期贪污的不满，让示威活动愈来愈严重。尽管总理奥利甲总统鲍德尔伫初稿解除社群媒体禁令，并且宣布请辞表示负责，不过抗议民众依然是感觉无够。हाम्रो इन्टरनेसनल साथीहरू तर राजीनामा दिएर पुगेन यहाँ भोलि उनीहरूले यस्तो गठबन्धन बनाउँछ एमाले काङ्ग्रेस इत्यादि जतिसुकै यो राष्ट्रिय पार्टीहरू होस् यो पार्टीहरू उनीहरूले बनाउने राउन्ड टेबल हो तर यसलाई ब्रेक गर्ने हामीले टेबल ब्रेक गर्ने हो हामीले विल ब्रेक गर्ने हो。激进的抗议民众除了走入去政府大楼放火以外，也走入去前总理卡纳尔的官舍来放火。警卫赶紧把卡纳尔救出来，不过伊的家后齐特拉卡尔却是掉伫火场内底，最后送医不治死亡。另外也对部分政府的建筑甲官员大所在放火，并且拍官员。因来示威一直侵权的暴力行为，也互联合国官员呼吁，爱用和平对话来解决纷争，并且对抗议民众的死亡展开调查。I'm appalled by the escalating violence in Nepal.That has resulted in multiple deaths. Dialogue is the best and only way to address the concerns of the Nepalese people. I call for an urgent, thorough, transparent and impartial investigation into such acts.
这场示威也影响航空交通，抗议民众放火所产生的烟雾，影响高空的能见度。印度航空甲尼偏尼航空拢取消飞往尼偏尼首都加德满都的航班。即阵尼偏尼军方除了伫车口用直升机护送政府一寡部长到安全的所在以外，也宣布对加德满都的主要所在实施无限期宵禁，要求民众对当地车口早起8点外开始，必须爱踮伫厝内底。士兵就伫街路检查车辆甲人员，全已经抓到21个涉嫌抢劫的嫌犯。国际新闻，但是董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